鄧律師啊，如果喺香港處理遺產遇到有問題、遇到有糾紛，應該點做呢？首先要睇有冇遺囑先啦。如果確認係有遺囑嘅話，就要睇下遺囑有冇效啦。例如立遺囑人嘅狀態啦，當時簽署嘅過程啱唔啱數啦，有冇見證人啊，有冇好多個版本引起爭議啦。如果有爭議嘅話咧，就邊個係合法受益人，分配公唔公平，遺囑嘅內容有冇爭議，咁可以委託律師啦，向高等法院申請處理，由法官裁決咯。咁另外，如果遺產管理人做得唔好嘅時候，應該點算呢？呢個亦都係常見嘅問題㗎，有陣時都有啲爭議。包括遺產管理人濫權啊、隱瞞資產啊、拖延分配啊，或者受益人之間咧意見唔一致咁樣啦。其他受益人咧其實係可以向法庭申請參與或者係更換遺產管理人嘅。或者係要求咧係審查佢哋嘅行為啦。如果涉及海外或者內地資產咧，仲可以考慮咧適用係咪唔同地方嘅法律咧？建議揾有唔同地方法律嘅跨境經驗嘅律師辦案啦。香港遺產管理程序其實係點嘅咧？香港遺產管理程序最主要有3個法律文件咧可以監管嘅嘛，包括遺囑及遺產嘅條例啦、遺囑條例啦，或者受託人條例。管理人或者執行人咧嘅要嘅職責咧係包括咗咧，第一要確保遺產資產安全最緊要啦，要清償死者嘅債務。第二咧就係要保存記錄遺產嘅帳目管理啦。第三咧就係要處理債權人啦或者受益人提出嘅申索啦。第四咧就係當然啦，按照法律或者係遺囑咧分配財產。咁如果嗰啲執行人冇履行好自己嘅職責，咁應該點樣咧？佢哋有冇後果嘅咧？當然有啦。根據遺囑及遺產條例第33條咁樣啦，法庭咧係有權咧撤換執行人嘅，並可以任命咧就係專業人士啦，包括譬如話律師啊、會計師啊做管理人嘅。咁聽落責任都好大喎，都好唔容易嘅喎。咁如果俾人告上法庭，咁又點算呢？冇錯啊，其實常見嘅情況包括有啲乜嘢咧？係管理人被認為係拖延呢個分配啦，受益人之間對於按照分配安排資產估值係有唔同嘅意見啦。管理人唔清楚法律程序啦，亦都可能有啲失誤啦。等等呢啲咧都可以出現糾紛嘅。當然係建議去盡快揾有經驗嘅私人後護律師去幫手，攞個法律意見揾律師幫忙處理，最方便啦。明白晒。咁原來處理遺產咧真係唔簡單嘅喎，一定要揾律師俾你一個好嘅解決方案。